赶紧叫师傅！师傅，快叫我静静！终于找到了。弟子白晶晶，感谢盘丝大仙救命之恩，如今想暂时斩断情丝，潜心修炼，特来拜见盘丝大仙，望大仙收我为徒。难道真的是这样？我在紫霞体内的事情一定不能让他知道。弟子白晶晶，感谢仙人救命之恩，如今想斩断情丝，忘却凡尘。盘丝大仙在上，望收弟子为徒。妹子，你想斩断情丝啊？是啊，我是来找盘丝大仙的，想要拜他为师。哼，没想到你竟然能找到我，算你有眼光。那我问你，你为情所困，还有留恋吗？我问你，还有留恋吗？你让我收你为徒，就得先断绝情丝，毫无留恋才行。前辈，可能有些误会，我是来找盘丝大仙的。可是我与前辈您素未谋面，我知道，不用啰嗦这么多。我就问你吧，你为何拜师啊？弟子感念盘丝大仙的救命之恩，感念盘丝大仙让我摆脱了情愁苦楚。此次前来，我就是想拜仙人为师，追随仙人左右。摆脱情愁苦楚，是盘丝大仙让我不再受感情的困扰，才有勇气去寻找真爱的。谁让你不受感情的困扰了？谁让你敢有气找真爱的？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？竟然敢如此诋毁我！前辈，我说的不是你啊，我是来找盘丝大仙的。废话，我就是盘丝大仙。啊！哎，为师要好好教育教育你。哎，前辈，我找的不是你。前辈，救我！说，那个贱人还跟你说了些什么？我凭什么告诉你？你又不是盘丝大仙。盘丝大仙？我就是盘丝大仙，快拜我为师吧。我就不。盘丝大仙在上，请受弟子春30两一拜，望仙人收弟子为徒。姐姐，姐姐，快跑！快离开这里！跳！我见过你，当日就是你和孙悟空在那你侬我侬，怎么样？现在也被他甩了吧？还弄得你们俩姐妹反目成仇，呵呵，真是棒棒哒！原来是你呀！就是你要杀孙悟空？没错，你们两只现在立刻拜我为师，我就是盘丝大仙。你根本就不是盘丝大仙。姐姐，他说什么就是好了，我们不要跟他争这个了。我没事，你不用为我担心。哎呦，什么姐妹情深的戏码，我最爱看。你们两只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就乖乖拜在我的门下。明天，你们就要开始忘掉恩情。要记住，你们挨的每一下打，都是拜对方所赐。只要你们两只还姐妹情深，你们就会在我的手上不得安宁。听清楚了吗？还不快叫师傅啊！不是要拜师吗？还不赶紧叫师傅！师傅，快叫我静静！师傅，好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正式收你们两只为徒。要记住，什么时候你们开始反目相残，什么时候你们就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。
哈哈哈哈哈！神经病！哎，这神经病女人到底是谁呀？我哪知道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和你一样，来找盘丝大仙拜师的。但谁知道碰到这个女人，还说自己是盘丝大仙。不过起初我也真的差点认错了。这个满腹怨恨的变态女人，可是我们又打不过她。哎，这样，我们俩不能跟她硬碰硬，来点软的。我们呢，先顺着她，然后找到她的破绽，逃出这里。她不是喜欢看我们姐妹反目吗？做给她看呢。哼，明白，这个啊，再熟悉不过了。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谁给你们绑的？盘丝大仙，真的是你啊！是我。我先替你们松绑。难道说你们遇到青霞了？一定是。惨了，难道被他发现了？完了完了完了！你们这下惨了，你根本打不过他。谁是青霞？对不起啊，哎，你们都是被我连累了。我是紫霞，你们碰到的是我的姐姐青霞。她这个人啊，平时性格古怪，最看不得别人幸福圆满，恨不得所有的人都像她一样被情所困，受尽折磨。你的姐姐？那你见过她吗？太久没见了，我不想见她，我觉得她也一直躲着我。可是有的时候啊，我就觉得她就在我的附近。这么恐怖啊！哎，那她长什么样子？啊，我记不清了。不过身体形态应该跟我一样嘛，毕竟是我的姐姐。这个应该就是。那我就明白了。你们啊，还是赶紧收拾走吧，免得一会儿被她发现了，又暴揍你。哦，哎，紫霞仙子，盘丝大仙，我这次过来是来找你拜师的。虽然我现在功力尚浅，但总有一天我会练好，找那个负心汉报仇的。所以，我希望你能够收我为徒，指点修行。可是我，仙子，我春三师娘也想请你收我为徒弟。我们真的是诚心的。这一次前来，我希望你能收我们为徒，提高我们的法力，还有我们的修为。总有一天，我要找到那个负心汉，跟他一起了结我跟他的恩怨。那我问你们，如果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再遇到青霞，你们要怎么应对？这还不简单？他不是见不得别人好吗？那我们就让他看看别人的不好了。我跟师妹，一吵两架，我们两个人可以表现的关系很差。必要的时候啊，我们再打一架，让他开心不就好了？好办法呀！你们吵得越凶，他就越开心。那你愿意收我们为徒了？怎么样？